初小作文24味到貨。呢本書咧同高小嗰本咧有少少唔同嘅。佢有兩部分，第一都係範文，第二就係練習啦。呢一本書我哋收錄咗30篇範文，呢啲範文嘅題目咧都係嚟自唔同學校2、3年級學校嘅作文考試題目嚟嘅，係真係歷屆考試題目嚟㗎。我哋嘅老師咧就跟住呢啲咁樣嘅題目去寫咗啲範文俾大家，我要俾大家睇下。大約就係咁樣。嗱，你見到啦，呢一個文章嘅長度啦、深淺度啦，同高小記都好大分別嘅，適合2、3年級嘅同學咧，閱讀完之後可以背咗佢，背咗入面嘅句子、加詞加句，再喺考試度用翻出嚟㗎嚇。另外啦，你見到每一篇文章下面咧都有啲必學嘅成語，有啲小技巧提醒你咧點樣可以拎到高分有咩注意嘅地方，總共有30篇嘅。包括咧有一啲記敘文啦，仲有看圖寫作嘅部分啦，然之後咧亦都有實用文嘅部分啦。譬如咧會有一啲書信啊、日記啊、賀卡啊、補貼卡啊，有啲咩格式嘅地方要注意，呢啲咧我哋都會涵蓋晒喺呢一本初小24味入面㗎。另外第二部分咧，佢最大嘅賣點就係佢有呢一個基礎版同埋挑戰版嘅寫作框架練習。嗱，黃老師咧都知道好多同學咧，尤其是2、3年級嘅低年級同學，收到作文題目咧係唔知點樣寫，撈到一片空白咁樣，唔知點樣落筆。所以咧針對呢一個問題咧，我哋所有老師就整咗呢一個寫作框架練習，分別有基礎版同埋挑戰版嘅。嗱，你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到，我哋咧係直頭教埋你，譬如第一段我哋寫記敘文，收到呢個題目，我哋有啲咩必背嘅公式啊，可以點樣開頭去幫你寫呢個第一段，然之後去到內文段第2、第3段，我哋又可以有啲咩技巧，有啲乜嘢寫，好似填窿窿咁樣填落去務求咧幫到你由0開始，然之後咧100% 完成到去完成咗呢篇作文，去到結尾段啦我哋要寫啲乜嘢感受，要寫呢一個道理同埋寫埋呢個期盼，咁樣對一個基礎能力嘅學生嚟講咧，跟住呢個框架嚟做，好容易就可以做咗一篇作文啦。而呢啲咁嘅框架咧係可以應用到喺你學校嘅功課喺你學校嘅考試作文嗰度，去幫到你攞到個好成績嘅。呢個係基礎版嘅同學，如果能力咧少少嘅，我哋亦都有呢一個挑戰版嘅段落框架練習㗎。咁你見到挑戰版咧，文章內容就長好多啦，段落會寫多啲啦，亦都會教多啲咁樣嘅勁啲嘅成語、勁啲嘅言語用好多加詞加句修辭手法去教你寫一篇高級版嘅，又可以攞到高分嘅好文章。所以咧呢一本書其實就係非常之適合2、3年級唔同能力嘅學生如果咧你想提升小朋友嗰個寫作能力唔想佢一收到份試卷咧就一片空白，唔識點樣落筆咧，呢本書咧係一個好好嘅書，可以幫到你嘅。一來啦可以參考範文去寫，二來咧仲有實戰可以去做呢一個具體嘅練習有句式練習，有作文框架練習，仲有一啲格式常犯嘅錯、記敘文有啲乜嘢必背嘅開頭，呢啲咧係都喺晒呢一本書入面。希望呢本書豐厚嘅內容咧可以幫到各位初小嘅家長應付作文考試啦。